这个选区的选情非常非常激烈，因为上一次3月16号立法委员补选的时候，他们就希望一起在台南市占有一席之地。那后来因为经过大家的努力，特别是这个选区的父老乡亲鼎力支持，所以郭国文在补选的时候可以顺利当选。那现在他们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所以竞争势必难免，激烈也可以说预期得到。在这种状况之下，除了郭国文，我看到这段时间一步一脚印，那么走遍每一个选区以外，那么我现在也非常希望，也很诚恳拜托我们这个选区的父老乡亲，也能够再一次的展现我们的力量，支持郭国文总统选英文立委挺国文，让总统能够高票当选，让郭国文以及民进党台南市提名的候选人都可以高票当选，让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席次民进党可以过半，拜托大家。院长，大家都很关心那个蔡赖配有没有新的说法？没有新的说法，因为总统已经公开讲过嘛，我也多次向社会大众说明，没有其他特别的说法。那我认为我是民进党的一份子，是台湾队的一员，我本来就有责任，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坚持初选，立法委员的时候也要大力助选，这些都是我的责任。那我也希望我的努力可以得到全国父老乡亲的肯定跟支持，让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席次可以过半，让总统也可以高票当选。好，谢谢。所谓的国会过半，就目前就您的评估，现在大概应该是 OK 了。对，现在还要再努力了因为票没有开出来，不知道即便是目前赢的选区，也要非常谨慎也要全力以赴。那如果有民调输的地方，更应该要加油。那目前我的辅选都以先雪中送炭为优先，锦上添花为后，也就是说，在选情比较焦灼的地方，我会优先前往去助选，也会不止一次前往，那就希望能够拉抬比较困难的立法委员的选区那我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当选，那这样民进党才有办法过半。最后请教院长一下，我们在政党票这一块，像外界在评估民进党这张比较相对就比较严峻一点，那您怎么看？对，民进党的不分区的政党票的确是比较辛苦，因为竞争者众。国民党比较单纯，因为他们并没有成立新的政党就是说在蓝营里面并没有成立新的政党。那在绿营里面陆续成立几个新的政党，那这个对民进党的政党票势必会带来影响也因此呢，我要特别恳请父老乡亲能够政党票也能够支持民进党。那民进党当然有很多问题过去几年来也有一些事情让大家失望，但是呢，未来呢，我们应该民进党是会持续改革然后让民进党能够更好。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才可以对得起支持的民众，那也可以让民进党更具有竞争力更能够符合新时代的要求。那这样的话呢，民进党才有办法持续为台湾人民服务。那这个都是未来要去做的我知道很多台湾的民众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呢，我们会持续加油。